后来乡亲啊，搁来这件，都亲像热气啦俗语所讲的“鬼望阎罗王的尻川真大胆”。新北市地检署这检察官的宿舍，昨暝水道头拢全无水，到楼尾顶一个看，水塔顶八架的水表总防偷拔去，所以规栋的宿舍拢无水，赶紧来报警。警方研判，这个贼仔应该是为大门入去，走到楼尾顶，把水表拆去卖。目前已经锁定对象，要来抓人。几个原因桥倒摆到这栋公寓，因接到报案讲遮钓贼偷。楼尾顶的水表防拼了了，规栋楼的住户拢无水通用，免讲西林区连洗手嘛无。钓贼偷的地点竟然是检察官的宿舍。新北地检署这一处检察官宿舍，其实看起来跟一般民宅没有两样，竟然因此成为窃贼的下手目标。楼尾顶总共有8粒水表拢拼去，警方判断这个贼仔应该是硬撬的，偷摕水表变卖一粒差不多是90块，总共得手是720块。检察官的宿舍的楼尾顶是相通的，1楼有3个出入口，可能是因为门关无好。因为它是一个旧公寓，所以锁时机都蛮久的。大家作息时间不一定，有时候可能那个门按一下没关好，觉得也是有机会。发现顶楼的水表共有8颗遭窃，全案依规定受理，并扩大调阅监视器，以尽速掌握犯嫌身份查缉。大胆的查拉布敢背好手，害部分的检察官无水通用，搁度被迫先暂时住其他的所在。警方已经扩大调这个监视器，要抓这个贼仔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